大家好啊，歡迎收睇新股速遞啊！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咧係南山鋁業啊，上市編號係2610嘅。公司方面咧係內地咧南山一家咧叫做氧化鋁嘅製造商。咁當然啦，同啲有色金屬嘅價格等等行情相關啊。目前嚟講咧都算係一個比較順住週期嚟到去向上睇好嘅一個板塊嚟嘅。公司喺叫做3月17號開始招股，3月20號嘅早上9點30分咧就截止認購上市日期係3月25號嘅。發行價咧就26.6蚊至到31蚊半左緊入場費3100蚊多啲集資額就27億多啲咁投資者咧可以即管關注住最近有色金屬嘅向上行情咧，即管都去認購一下我係證監會持牌人，以上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